我牵伊的正手，互列国降服伫伊的面前。我也要偷列王的腰带，互城门开伫伊的面前。搁这的门的确无关。我要安尼讲，我要行伫你的面前，收平坎坷的地。我要拍破重的门，斩断铁的串。我要将暗中的保密，甲隐密的财宝赏赐你，互你叫名吊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互你知叫名吊你的，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同心聚集在神面前，好不好？我们先起立，我们彼此来请安问好，好不好？来跟对方来说很高兴今天可以一同来敬拜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敬拜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很高兴可以与你一起来敬拜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宣告今天早上透过敬拜，透过赞美，我们要遇见神。主，我们宣告今天早上，我们相信。主，你说信的人就有神迹随伴着我们，当我们凭着是信心来领受，信就必成就。主啊，这是你所说的应许。主啊，这个应许我们宣告，在相信人当中就必要成就。阿们。我们起来敬拜。你是我所爱慕，随我肉体渐渐衰退，你是我的力量。除你以外，一起来。我除你以外，天上有谁？你是我所爱慕，随我肉体渐渐衰退，你是我的力量。走过试炼幽谷，我仍要宣扬。你与我同在，你是软弱者的刚强。我生我望，我信靠你，我的盼望。仰望你，你是我心里的力量，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生我望，我信靠你，我的盼望，我仰望你，你是我心里的力量，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上有谁？你是我所爱慕，随我肉体渐渐衰退，你是我的力量。走过试炼幽谷，我仍要宣扬。你与我同在，你是软弱者的刚强。我的盼望，我仰望你，你是我心里的力
碎，也不被撇弃。因为宣告主你有同在，哈利路亚！我们起来，受患难却不被压碎，心困惑却没有绝望，受逼迫却不被撇弃，被打倒却没有灭亡，受患难却不被压碎，心困惑却没有绝望，受逼迫却不被撇弃，被打倒却没有受患难，受患难却不被压碎，心困惑却没有绝望，受逼迫却不被撇弃，被打倒受患难，受患难却不被压碎，心困惑却没有绝望，受逼迫却不被撇弃，被打倒却没有灭亡。我神我王，我心靠你，我的盼望，我仰望你，你是我心里的力量，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神我王，我心靠你，我的盼望，我仰望你，你是我心里的力量，我的福分直到我神我王，我神我王，我心靠你，我的盼望，我仰望你，你是我心里的力量，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耶！主啊，你的福分直到永远，你的福分直到永远，世世代代都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你的福分直到世世代代永远都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宣告，在世上受逼迫、受灾害时，没有人能够像你这么体恤我们，没有人像我们这么了解我们。主啊，我们要真实来到你面前，我们说，主啊，你是我们的唯一，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用来一生来追寻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主，我们真的来渴慕你，来到你面前。不能像你，唯有你能摸到我灵深处。我曾用尽一生来追求，主不能像你。无人像你，抱歉，不能像你，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我是用尽一生来追求，主不能像你，你的怜悯如江
生命的一切，用尽一生，全心全意来投靠你。主啊，愿你来安慰我们，愿你来充满我们。主，我们宣告主，不管我们处患难、处高处、处低处，主，我宣告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当我们来呼喊你的名时，当我们开口来赞美时，主，你的话语就温暖我们心。主，你圣灵，主你的圣灵就亲自来 touch 我们的心 ，touch 我们灵，使我们灵人来苏醒，使我们灵人的快乐来欢喜，来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继续来依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信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
祷告，我们宣告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永不改变。我们当我们的相信时，主说就必成就，就必应允。好吧，我们开口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我们的需要祷告，开口祷告，尽量开口祷告，大声的祷告，呼求耶稣，耶稣就与你同在。哦，来了吗？哈利路亚！主，我们相信，哈利路亚！我们相信主同在，哈利路亚！我们相信你的慈爱永远同在。主，不但是出患难，出高处，出低处，主，我宣告主你永远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圣灵，你一直安慰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破碎，我们生命不完全，我们生命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生命遇到很多的瓶颈。但神告诉我们，只要心不要怕，但是我们要加上圣灵的恩典的带领，让我突破我们生命的困境，我们生命的难处。我们要更多顺服，更多饶恕，更多委身在神面前。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天使来与我们一起来高唱，一起来称颂你。愿这一场，愿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互相陈列到你面前。愿你欢喜，愿你喜悦我们的敬拜，愿你喜悦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将以下时间再次仰望主面前，哈利路亚！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名求，阿门，阿门，阿门。我们一起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时，请来献开圣诗162首，圣诗162首。上帝圣城普遍万世，城墙开阔美丽，受主真理拣选百姓，逐时逐位徛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圣城普遍万世，城墙开阔美丽，受主真理拣选百姓，逐时逐位徛起。大声
即时动心出声，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掠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三甲来祈祷。哈利路亚！全能的阿爸天父，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伫过去的日子你的眷顾，互阮出入工作一切拢得到平安。阮也感谢主，你伫今下早起，互阮到伫你的殿院当中，同齐来敬拜你。但阮也知，即个时是圣的时，是阮带着一粒渴慕的心进入来到伫你的面前的时。主，但阮知，阮要伫祈祷中来拄着你，伫诗歌中来拄着你，伫牧者的讲道内面来拄着你。阮知，阮无论伫什物款的境况，阮进入到伫遮，阮着要领受主你满满的恩典甲丰盛。阮也知，阮是无够野的，总是主你拣选阮。阮也愿意伫主你的呼召内面讲，我伫遮，请找我。因为阮知伫未来的时间内面，阮有中级的拣选，阮有首长干部的拣选。愿主你呼召你所要找用的人来到伫真当中来服侍你的圣工，互你的圣工伫你的殿院当中来空阔，来为着传福音，互即间教会成做祈祷的殿，成做乐主的殿，成做服侍主的殿，成做一间有活泼热情的殿。主，阮也知对阮的服侍，要帮助阮的兄弟姊妹来得到对你遐来的造就。互阮的灵命得到成长，互阮的日常会当常常亲近你，互你的话语成做阮每一日的帮助甲开展。阮伫遮将阮下早起的服侍，甲阮的敬拜，拢交托伫主你的圣手。但阮也求主你甲陈牧师三甲伫地，互伊伫遮所要开拓对上帝你遐来的话语，帮助阮枵来巴倒转去，互阮也带着你的使命到伫阮的家庭、阮的厝边的当中，来传扬上帝你的福音，互听的人着领受，灵魂就要得救，即间教会就要来得到成长，得到兴旺。但阮搁一摆愿主你圣神掌权伫即个所在，互阮所敬拜的是伫主你所欢喜的旨意内面。阮的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请坐。即时，请咱掀开启应文39篇。伊是记载伫启示录21篇。我来启，咱来引。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无阁有死实，也无阁有哀伤、求叫、痛疼。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物。阁甲我讲，已经成了。我就是阿利法，是俄米伽，是起头的，是落尾的。得胜的人要承受这个，
我要做伊的上帝，伊要做我的囝。即时，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32章。创世纪32章，咱要为22节看到31节。咱做伙来看，我来读。伊暝是起来，带伊两个某、两个女婢，甲11个囝，拢过雅博的渡头。大先互因过溪，所有的也互因过，只有剩雅各家己伫地。有一人来甲伊相宴，到伫天曝光，迄人看袂话赢伊，就献雅各的大腿骨。三宴的时，雅各的大腿骨带着，互人迄人讲：天要光啦，就放我去。雅各讲：你若要甲我祝福，毋放你去。迄人讲：你名做啥物？伊讲：我的名做雅各。迄人讲：你无要阁叫雅各，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拢得到较赢。雅各问伊讲：请问你的名甲我，请将你的名甲我讲。迄人应讲：袂使问我的名，就伫遐甲伊祝福。雅各名迄所在叫便以利，因为讲：我长头对面见着上帝，我的性命要得到保全。日拄仔出，雅各经过便以利，伊的大腿已经歹。上帝话看到遮，即时咱要请陈牧师来证道，伊的题目是雅各变成以色列。大家平安。雅各变做以色列，雅各的名意思就是掠。咱看起伫伊的人生的中间，就是欺骗，就是设计，心机真济，总是拄着上帝的时，伊就变做以色列。以色列的名就是伊是神。换一句话讲，当伊成做上帝，伊拄着上帝了后，伊就开始无共款，伊无阁用家己的方法去欺骗，伊是掠掉上帝，伊带伫上帝的祝福的中间。咱若要看见即个今日咱所读的圣经，伊的背景的故事是记载伫创世纪25章到32章的中间。迄个背景就是有一对翁仔某以撒甲迄个利百加，伊有生一对双生仔。当迄个双生仔出世的时，迄个大兄出来的时，看见雅各就是迄个第二个囡仔扭伫迄个大兄以扫的骹，伫遐扭出来。所以伫因老母的腹肚内时，因已经生子。后来伫因人生的中间，两个个性真无共款。以扫是一个真爱拍蜡、身躯生甲专门的一个囡仔，伊的老爸非常爱伊，非常的疼伊，偏心伫伊的身上，因为伊是一个真野的一个囡仔，常常去外面拍蜡，倒来伊会煮野味来分伊的老爸食。伊的老爸特别真介意即个大囝。总是雅各，伊是一个较受生伫家庭老母所疼的一个囡仔，较优秀，所以伫家庭的中间，老母较偏心伫伊的身上。有一天，大兄以扫去拍蜡回来时，看见迄个伊的小弟伫迄个所在煮红豆仔汤，拍蜡规日非常的野生，伊就甲伊的小弟讲：你敢会当互我一寡红豆仔汤，互我食？迄个时阵，雅各伊就开始甲伊设计，会使，总是你爱将大囝的名分卖互我。迄个囡仔要甲逼。雅各无逼伊的兄哥，你一定着爱将大囝卖互我。总是迄个大兄敢若顾目前的代志，竟然安尼伊出卖伊家己大囝的身份。咱若看见伫《申命记》21章的所在，伫遐咧讲，总是所人怨的某的囝做大囝，将所有的业互伊双份，因为伊的溃烂，伊的溃烂的起头，大囝的名分是伊的。伫遮咧讲，即个人若有娶两个某，就是迄个伊较无介意的某，大先生迄个头一个囝，有缘称做大囝。第二则甲伊讲，伊的业着双份，伊毋是干那伊的业双份，财产双份，祝福嘛是双份。所以对伫当时以色列人迄个大囝，
是安怎雅各伊会遐尼要紧？因为伊会当得到双份的福气，伊会当对上帝得到双份的福气。总是为着安尼，伊就开始逃走。因为伊有一天，迄个逃走的大声，就是有一天伊去去拍蜡的时，因大兄去拍蜡的时，伊的老母听见讲伊的老爸要甲伊祝福，知影即项代志。虽然毋是雅各本身伊所要爱，总是迄个起头的心意是老母甲伊分享的，讲恁老爸要祝福。伫当时以色列人，迄个士大人对伫细囝的祝福是非常的要紧，包括伫今仔日的中间，也伫遮咧证明士大人的祝福是充满了上帝的权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伊讲，当你阿兄伊若去拍蜡转来，煮野味互恁老爸食的时，伊就要甲祝福，连苦你真就开始准备。所以伊就去掠一只羊仔，因母也替伊煮，伊就老母就遐伊大兄的衫，互伊迄个气味会当披起来，亲像大兄身躯迄羊毛，拢拍羊毛，绑起来亲像大兄的皮肤一半样。因为伊的老爸青面毋知影，所以伊就伫安尼得到大囝的名分，去欺骗伊的老爸。伊的老爸讲：“你真正是以扫吗？”伊讲：“对。”而且即摆是伊真正家己主动讲去欺骗伊家己。当咱看见以扫也好，恁今仔日看见雅各也好，咱看见即两个人，拢有得到伊心所爱的。一个大兄伊得到红豆仔汤，一个迄个第二个伊得到大囝的名分。因两个拢会得到所爱的，总是其实因两个拢输。一个失去大囝的名分，第二个输伫倒位？当伊知影，迄个大兄当来知影讲伊的小弟抢伊的大囝的名分的时，伊就开始逃亡了。伊逃亡是离开伊所疼的老母。圣经讲，伊的老母是讲，你小可离开一个，去遐大，你即摆去米恁阿舅遐，去汉兰迄个所在，你去米一段时间，你搁转来。总是咱看见伊一去就是20年，伊无转来。伊离开伊所疼的老母，伊老母用心机欺骗，因为要拥护伊所疼的即个第二个囝，伊永远都无搁看见伊即个第二个囝。因为咱毋知影伊老母当时死，但是圣经都无搁出现。一个人无照上帝教示，用欺骗、用手段，看起来敢若已经得到，其实完全拢输。以扫输，以扫伊输伫伊看着目前那点，为着一碗红豆仔汤，伊输伫目前。雅各咧，伊输伫用手段去得上帝的祝福。伊看当上帝祝福，咱看当上帝祝福无歹，真好。总是上帝祝福，毋是用你的手、用你的心机、用你的手段去抢来。你若真正顺服伫上帝，上帝自然就会祝福你。总是伊用手段去得到上帝的祝福。伊到尾嘛是输，伊就爱流亡，伊就爱逃亡。所以伊开始，伊的老母甲伊讲：“你去哈兰去滚挖你的阿舅，去挖伫迄个所在小可大几啦。”伊就开始逃走。伫逃走的头一暝的中间。伫迄阴暗，伊到一个所在，日头已经落来，伊就伫遐歇眠。伫迄个歇眠中间，伊摕一块石头做枕头。伫迄个咧做，伫遐开始咧困的时，伊望见一个天梯对伫涂骹到伫足悬天堂的所在。伫遐天拄天有天使的使者，伫迄个所在起落落，毋是一个天使，是骨来的天使。当伊伫遐困的时，拄着真济的天使，伫迄个天梯的中间。起落落，伫遐爬来爬去，伊伫遐看见耶和华上帝伫迄个天顶的中间，耶和华伫遐自我介绍讲：“我是耶和华你的主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甲你现在困的所在，我要赏赐互你的福的。”咱看见一个充满心机的人、欺骗的人，伊真正实在是，若对伊的兄哥来看，对伊的老爸来看，这个人真正实在是歹囝，心态遐尼歹。虽然对上帝目睭来讲，伊嘛是一个罪人，总是伫圣经的中间，咱看见这节，你无论你偌歹，上帝也阁要赐福你，上帝也阁要甲你治地。咱看见14、19、16节的所在，上帝阁甲伊祝福，你的后裔甲伊祝福，这就是对伊的呼召，就是对伊的竞选。你的后裔要亲像地上的土沙，你要对东西南北来发展。你的扩展，你的空化，你的土地会真正到四周围的所在，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甲你的后裔得到福气。
上帝的呼召，一个人品格遐尔差，上帝也阁要用伊。所以我要甲你伫地，上帝应允我要甲你伫地15载，你无论倒落去，我要保护你，也要带你到伫即个所在，拢无要去杀你。你遮尔啊歹，上帝要去杀你。咱犯罪做，上帝要去杀你，因为上帝伊要祝福你。伊讲我所讲的话，一切拢会成。所以伫迄个所在，雅各困醒的时，看见即个梦，伊所拄着的梦，上帝所甲伊对伊所讲的话，伊讲我知，我毋知影讲上帝真正伫遮，我竟然毋知。咱看去，伊伫伊过去，因家己伫当时以色列人有真济的观念，原来耶和华上帝是住伫阮上帝所拣选迄块地，是上帝伫遐那定。伊想讲伊咧逃亡的时无上帝啊，总是伫迄个逃亡的中间，上帝对伊出现，我就是伫遮，我就是耶和华上帝，我要祝福你，你的子孙，我要祝福你，你的福会要成做侪人的福气。这个话，敢毋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讲的？敢毋是上帝嘛对以撒讲的？即摆佫对雅各讲，所以咱看见上帝常常伫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伫遐咧介绍家己的时讲，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因为这三个人伫上帝的面前领受侪的应允，这个人有人行伫上帝的道路的中间，以撒也有伊的迄种安尼雕琢的所在，雅各有伊规格的所在，毋过拢受到上帝的拣选。原来伫世界的逐个每一个所在，你我上帝拢咧拣选你，互你伫无共款的角落的中间，会当成做侪人的祝福。毋是你外敖，就是你抑阁有缺点。你若欢喜顺服的时，上帝要互你成做伫四周围的人，侪人的祝福。上帝应允，我要甲你伫地，我真正伫遮。你无论行到伫倒位，你伫逃亡的道路的中间，我也伫遐。所以，伊开始逃亡的中间，伊走去伫伊的阿舅迄个所在。阿舅是一个，伊本身是一个欺骗者，用手段来得到大囝的名分。今仔日上帝甲安排去阿舅的遐，阿舅的手段比伊佫较高手，拄着一个教授老千啊，伊欺骗人，今仔日去阿舅遐受欺骗。咱先来看这个圣经节，加拉太6章7节讲，咱毋通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啥物，收的也是啥物。你种啥物，你收啥物。等于去到阿舅因兜的时，阿舅有2个查某囝。伊对迄个第2个查某囝一见钟情，太水了。所以阿舅伫遐住2日了，伫阿舅因兜住2日了。伊讲你袂使白白住阮兜，你虽然是咱的亲人，是我的亲人，你有愿做爱踮遮做工，住伫遮你嘛爱付当价。所以伊就讲你有2个查某囝，我爱迄个大家第2个，求你互我付的当价就是7年，为着要娶即个某。佮伫遮甲你做工课，这是我所要付出的迄个代价。我要为伊服侍7年，结果开始咧带伊的是迄暝，请偌济人客呢，佮2、3个伫遐嘻嘻哈哈呢。结果迄个伊的阿舅用方法，甲伊换大某互伊，就是迄个大表姐互伊，迄个大姊妹互伊，迄个表姐。迄个圣经描写是无水啦，目睭无神啦，所以看袂介意。所以讲是安怎？你开欺骗我？上帝是安怎要互伊拄着一个欺骗的人？我欺骗我规格，今仔日伊去拄着一个佫比伊较高手的规格，咧表示啥？互伊看到自己的面目。我欺骗人，我即摆被欺骗，你去感觉看卖啊？人种啥物，伊就收啥物。伊甲伊阿舅讲：“你开安尼骗我。”阿舅嘛是甲照常甲骗。阮即个所在吼，大汉的若要嫁吼，第2个袂当嫁。伊讲：“你若真正爱吼，你搁替我做7年。为着要娶第2个某，虽然刺激着互伊啊，但是伊着搁做7年，拢总做14年的免职工啊。做17年、14年的免职工。虽然伊娶某，迄2个某嘛抑阁算阿舅的。虽然有生囝，11个囝嘛是算阿舅的，11个查甫囡仔
一个查某囡仔，遐嘛是去算阿舅的啦，住伫阿舅因兜做免钱工，所以做14年的免费的工了后，伊感觉讲我需要有代价，我某囝遐尼济，我嘛爱有所得，所以阿舅就甲伊讲，啊无，伊就甲伊计划，无论伊讲啥物话，我的羊仔吼，即摆若生出来吼，若有点有撩痕，有啥，属伫对一种的，是乌的，是白的。即马即种的，就是属我的，生出来拢我的，啊，迄种的生出来就属你的。结果，伊抑阁会当掌握，竟然所出来的羊仔拢变雅各的。第二遍阁变色啊！伊嘛阁有方法，羊仔囝生出来，抑阁是雅各的，所以雅各财产哪来哪济，所以伊的伊的表兄。看起来无欢喜，伊的阿舅、伊的丈人面色无好，所以伊带袂牢。即摆过去某囝拢毋是伊的，即摆伊某囝拢甲摕来挂财产，佮第二摆会逃亡。所以咱对即个所在，咱看见一个警醒：上帝是无法度欺骗的。你今仔日伫即个中间，你怎样骗人？第二有2点，互咱会当体会到的。上帝你用啥物态度？你讲啥物话？你后来你种啥物，你就收啥物。我今仔日种营养，我收营养的果子。要甲你讲的就是，你收的会搁较济，因为营养水一粒若定，你看见伊的收成，毋是积水规丛树安尼，明年积水搁生另外一水，后年当年搁二生。你种的是一粒种子若定，你的收成是超过遐的呢。咱看见雅各欺骗伊的兄，伊的老爸。日仔日，伊互伊的阿舅，甲伊欺骗的搁较济。圣经讲，伊为着要得到迄个工钱，伊阿舅甲骗10摆。所以，一个人欺骗，伊种啥物，伊收啥物。迄阿舅甲伊安排，迄个上帝甲伊安排去阿舅遐的时，等于是咧招啦。我就是即种人。日仔日，互你去体会看卖啊！人咧欺骗你时，你的心情是啥物？你过去咧欺骗你的兄哥，是安怎兄哥会遐受气？你会去体会伊的心情阿未？你知影无？伫即个中间，其实伫逃亡的中间，伊一定爱吞忍啊，因为伊爱伊的某啊，伊为着爱拉给伊做14年的工钱，喙齿紧咬的嘛爱做，伊的个性，遐气压压的个性，其实上帝已经咧慢慢甲修正，慢慢咧改变。所以伫迄个中间，伊就开始带伊的某。囝开始去逃亡，伫迄个逃亡的中间，伊即摆就要转去伊家己的故乡。要转伊的故乡的时，伊有伊的某囝有，因为佮2个萝卜女婢，所以变4个某，变11个囡仔，查甫囡仔一个查某囝无记来伫即个所在，伊就开始伫逃走的中间，伊有找伊的萝卜，因为财产真济，羊群真济，萝卜都爱真济，伊就找萝卜伫迄个所在，转去探听伊的兄哥。甚至伫迄个所在炸足一礼物，伊望兄哥看到遮尔济礼物会消气啦。因为伊已经掌握袂牢，以前伊拢有法度用家己的气力去掌握，我要怎样红豆我吞去得到大囝的名分，我怎样要对老爸得到大囝的名分，我怎样去阮阿舅因兜，我就是吞忍，我嘛是爱得到我的某，伊拢有得到，我财产要搁较济，伊拢得到。迄个时阵，伊用伊家己的智慧。伊还阁有气力，伊去得到这一切。毋过即摆无共，兄哥较早要追杀他，迄种的惊吓，所拄着的代价，迄种的痛苦。日仔日我转去阮兄哥，到底是会赦免我无？到底是阁怨恨我无？要阁杀我无？其实伊的心无法度掌握呢。所以日仔日的圣经讲，当伊甲遐个萝卜找去头前的时，去探听的时，听见。伊的兄哥以扫带400个伫因兜的萝卜的遐个查甫丁来的时，讲惊到死啊！即摆就真正伊失去掌控啊，完全失去掌控。过去伊的掌控，伊拢无问题，伊袂惊。即摆失去掌控，伊真正是受不了。所以伊迄暝，伊就甲伊的某囝4个，甲迄个2个某2个女婢，甲11个囡仔囝。甲带到伫迄个亚伯渡口，咱知影迄个约旦河是东迄个南北迄个约旦河，然后迄个亚伯迄个雅博溪是环的，是迄个东西的所在。
所以拄伫迄个接头迄个所在，雅博迄个拄伫迄个亚伯的渡口的时，伊甲某囝规个先带过，伊搁转来到伫即边，伊无过溪，互遐个先过溪先过的时，伊搁一摆真孤单，只有剩伊家己那定。迄暝我相信伊袂困着，因为伊无法度掌握伊的大哥，伊伫迄个所在想真济，到底是会死袂？到底是好歹袂？伊敢若惊，敢若怀疑，伊都袂困着啊！无拍算，上帝佫出现。上帝真正无论伊到伫倒位，一个充满了心机的人，上帝拢甲伊伫地，上帝拢无离开伊。有一个人来甲伊相演，即个人无名，来甲伊相演，即个人是主动来找伊的，毋是伊求来。伫伊足艰苦的时，即个人就来出现，伫迄个所在，讲甲伊相演，两个伫迄个所在搏斗。我若甲你伫迄个所在，咱干那看迄个无信誉就好。你干那拍几个时间，你就已经无力啦，你就差不多规身躯拢失力去啊！你伫迄个所在先小演规暝，伊抑阁袂输。25载，迄人看伊阁赢伊，伊就扇雅各的大腿骨，伊的骹迄个时阵就掰骹，因为大腿骨准踹着伊就掰骹。迄个人看伊袂赢伊，敢真正袂赢伊吗？既然伊若甲扇一个大腿骨，伊就掰骹，较有可能，伊若早就甲扇了，伊早就输啊，雅各就输啊。所以伫即句话中间，你会当看见是上帝调过伊要互伊赢，上帝调过伊要互伊赢的啦，互伊知影讲你安尼拼，你足够的嘛，互你拼，你拼甲吼一世人，你拼甲要害伊。若无上帝祝福，一个甲你拍咧，你就完蛋啦！人外敖，你讲你会掌控吗？人咧外敖，一点仔敖都无。所以迄个甲伊相爱的人，伊讲你放我去，伊就放伊讲你放我去，雅各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我就无要放你去。安尼你会当看见，迄个人甲扇伊的骹，伊已经软骹，伊徛袂起来，伊抑搁咧拼，伊搁咧坚持，伊抑搁咧掠。迄阵用家己的智慧要掠大囝的名句，过来就是用伊家己的智慧，用伊的欺骗，用伊的迄个方法，用伊的手段去得一寡财产甲某囝。今仔日虽然最后迄刻伊输，伊抑搁咧掠，总是即摆的掠，伊的性命改变。伊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我无要放你去。即句话就对啦。上帝，你都爱甲我祝福。世间侪的祝福，人的祝福拢有瑕疵。咱看见雅各伊所爱要大囝的祝福，伊所要爱的财产的祝福，最后还不是逃亡吗？伊伫逃亡的中间，上帝拢甲伊出现，甲伊表明，你搁较安怎歹，我拢甲你伫地，我无要甲你离开。所以伫即个所在，咱会当得到安慰。咱真侪人生的中间，咱拢会拄着艰苦。当你拄着艰苦，你拄着打击的时，上帝伫遐。一个姊妹，当我带伊来信耶稣，因兜嘛真侪无清气。伊规暝伊拢感觉因兜伫伊的迄个栏杆的中间，咱起叽，敢若有人用铁咧开伊的栏杆。伊毋敢去楼顶困，因为伊感觉拢有虽然无看到，但是伊家己的感觉拢两蕊目睭伫迄个所在甲看。暗时咧困着叽。即个软弱的人，我去因兜。甚至无代无志，一个鼎挂就准飞起来。伊讲我鼎挂放伫套好，牧师一个切就出现，就飞起来。因为咧甲关心的是，伊的丈夫虽然无信耶稣，伊就讲今仔日牧师要来阮兜。因先生无信耶稣，讲一句话讲：你的妈妈要来，无毋对，这是上帝透过无信主的人，上帝嘛咧用无信主的人讲话。你属灵的是大人要来，伊有上帝。所以去到因兜的时，伊的鼎挂飞起来，现飞起来。我认为因兜真正鼎挂现飞起来。有一天我带伊参加特会，伫特会中间伊一直哭，伊互三个阿姑甲伊强暴。你知影迄种痛苦来中大，老母无伫的，三个阿姑当大汉，伊抑个囡仔被强暴，迄种的痛苦，长期的痛苦。我带伊参加特会时，耶稣伫遐。伫伊介痛苦伫遐咧哭的是耶稣伫遐。你外歹，你的条件外歹，
你有犯罪，你的品格偌歹，你若欢喜改变，就是你做歹的时，上帝嘛无离开你啦。这是咱的福音哦。你偌歹的时，上帝也无离开你，上帝也是甲你伫地。所以，伊掠着上帝的祝福，伊拄啊用劣基的手段，用人的方法得到祝福，迄个后遗症就是逃亡。即两日来，咱咧看新闻，台积电3个迄个台积电内底，伊讲迄是精英中的精英，虽然足少年的40-50岁、40几岁尔，伫台积电是优秀中的优秀，佮少年的人，总是伊用伊的手段，要搁趁较侪钱，嘛真正趁真侪钱，伊要搁趁较侪钱，伊无想到伫最后一刻，今仔日咱的政府甲掠去关以外，要搁甲罚。伊所趁的差不多拢输了了，人会熬拢有后遗症。魔鬼做工就是有空芳啊！若无上帝的祝福，一切拢是落空，一切拢是空空。总是你掠着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永远没有瑕疵，因为伊是智慧的上帝，伊知影啥物会束缚你、帮助你。虽然人生的中间，有上帝祝福，嘛会拄着挑战，嘛有拄着艰难，嘛会拄着人害。总是伊若甲你伫地，你拢会平安度过。你若欢喜吞忍，你伫艰苦的中间，有人甲你撸赖，伊会替你伸冤。你若真正真艰苦的时，伊会甲你开路，伊会甲你帮助。虽然咱也拄着艰难，毋过你若听照上帝的旨意行，伊甲你祝福，他就为你负责。所以这是雅各聪明的所在。到今伊阁掠着上帝祝福，起头是用手段掠着上帝祝福，即摆是面对面甲上帝讲：你若无要祝福，我无要放你去。所以，迄个拄啊，咱咧讲伊含伊小恩的人，有一个人，迄个人是啥物？咱看上尾仔纸，就是上帝甲伊咧斗力，迄个就是上帝，是毋是上帝家己用人形出现？咱毋知，总是上帝咧甲伊斗力。伊就问伊讲：你是啥物名？伊讲：我叫做雅各。雅各原本的意思就是我一直咧抢，我一直咧掠，我爱啥货我就我来掠啥物货。总是迄个人甲伊讲：你无要阁叫雅各，你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力拢赢。过去含人斗力拢赢。上帝讲：你要叫做以色列，拄好我有讲过，以色列的名就是上帝是神。就是我即马伫活伫上帝，若是伫阮的中间，有就有上帝祝福，有上帝伫地就有圣灵充满啦。上帝若甲你伫地，一定有圣灵充满。无论你做什么事，神跟你伫地，你的能力、你的反应、你的思考、你的决定，上帝拢甲你伫地。伊讲：你叫做啥物？你即马你叫做雅各，你即马爱叫做以色列。你过去用家己的手段一直掠，一直掠，我要得到，我今仔日要趁大钱，我要好业，我今仔日若有钱就好啊！我先来。趁大钱，我先来得到名声、名利，啊！我要来得到人的尊重，我拢用家己的方法，人来尊重我。我伫这个环境的中间，我要一席之地，我拢用家己的方法。总是你家己的方法，上帝人无要祝福，甲你扇一个啊，镜头啊，甲你鸟一个啊，什么都没有。总是伊讲，你即摆要合作以色列，上帝祝福要甲你伫地，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拢斗赢。咁真正斗赢上帝，你甲人拢斗赢，是伊甲伊的兄哥斗赢大囝的名分，伊甲伊的阿舅斗赢得到伊的某囝，佮得到财产。总是伊甲上帝斗赢啥？即摆斗赢是斗赢上帝的祝福，真正的祝福是对上帝来的祝福。迄阵拢主动去伫遐抢，去伫迄个所在了。总是你若要对着上帝的祝福，只有领受、谦卑，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修正。伊即马袂熬一个，伊较发觉我什么都不是。原来我无法度掌控的代志，毋是一个足济。我以为过去我什么都可以，我自己来。原来人的智慧佫较高。最后你还是会遇到瓶颈，熬伫倒位，我什么都不是。所以，咱看去伫这个圣经的中间，互咱得到的有一个真
大的迄个爱思考的所在。上帝若祝福你，你的人生就拢要有极大的无共款，因为伊真正是赢着上帝的祝福。伊今仔日得到的，上帝主动，伊即马谦卑落来，伊学会晓。过去我拢靠家己，我即马爱靠上帝。所以靠上帝的时，我靠上帝。拄拄亲像上帝过去甲伊呼召，迄阵抑阁足歹的时，上帝呼召你甲你的子孙要成做正人的祝福。过来就无共款，咱看见到伊年老的时，他是什么人？他是寄居的，因为约瑟伫埃及做宰相的时，伊得到法老王真大的欣赏，接纳伊所有的兄弟，伊的老爸的家70人去住伫埃及的所在。法老王伫当时是一个大国，是一个真有尊严、上界伟大了不起的人。雅各算什么？雅各只不过是一个寄居者，对外面散入的人而已。总是伊开始伫伊的人生，真正做人的祝福。伊为着法老祝福，法老，咱知影伫圣经的中间，上帝祝福人是迄个徛官位的来祝福下面的位。所以雅各咧甲祝福，是因为伊背后有一个伟大的上帝，伊甲伊祝福。上帝拣选毋是高人。顶礼拜我有咧甲咱分享基甸，伊伫遐上帝要拣选伊，上帝甲基甸讲：上帝你拢无祝福我，上帝讲有啊，我就是要祝福你，我真就是来拣选你啊，就用你这个气来去救你以色列人，去救迄个米甸人的手。我这个时阵敢毋是要找你吗？我就是有听祈祷啊，我来找你啊。耶和华甲伊讲，伊讲我。因为伊起头阁转理由，我伫阮兜是第一世，啊，阮阁属善的，我较有气力的。上帝讲不要紧，你做你去。你知影无？毋是你咧外交啦，你若欢喜回应上帝的听，上帝若甲你伫地上帝祝福，就伫迄个所在。所以咱看见耶和华家己电讲，你开始因为欢喜顺服，你今仔日毋免带偌济人，你拣300个人去就好。所以伫遐就拣300个人要去。对米甸人去遐甲面三甲对抗，伫迄暝因出现，因开始起来，因开始落去到伫迄个米甸人因徛的人三甲徛起的所在，扎营的所在，有米甸人、阿玛拉人、东人，就是遐游牧民族，因拢伫迄个山谷的中间，偌济人，圣经记载伫135000人，亲像草莓遐尼济，落得济甲算袂了。遐兵丁有够济就对啦，因较300个人。上帝讲我用你300个人就有够啊，我若甲你伫地300人会有够啊。因安怎赢？因300个人分扫角的时，全营的人开始紧张逃走的时，对着毋知影因是家己的人，互相杀台。第二章讲因互相杀台，好，一直约家己杀台，对着因家己杀因的对着，逃走的逃走，若无就是杀死。上帝若甲你伫地，毋是你偌济力啦，上帝就替你做工啊。上帝若拣选你，你若要互伊用，上帝自然就会甲你负责啦。你要紧的是，你会晓倚靠上帝，你会晓谦卑，你爱承认我一点能力都没有，神我需要你，你要让我服侍，我就出来服侍。敢若陈淑安吼，即个过去互看去无路用的人吼，今仔日抑阁会当做牧师，今仔日抑阁会当做一寡有路用的工吼。恁着逐个拢会啊！我知影，毋是靠我家己，靠我的气力，我甲恁拢袂比这。毋过我有上帝，我后壁有一个智慧的上帝。上帝毋是拣选高人，上帝拣选你，上帝拣选我，逐个人拢会互上帝用。只不过你看到需要的人，你欢喜去甲伊祝福啊无？你看到需要的人，你若甲伊祝福，你会安慰伊，你会鼓励伊，你会偷帮伊，入伊内底无清气的物件，你拢会当来帮衬伊。前2日，人拜托我去关心一个人，讲伊暗时拢会过野船，我甲伊教一寡代志，甲伊教伊了，我甲伊祈祷，我讲你等于安怎做安怎做。过日我就问姊妹，你怎么样？伊讲我真正有困呢，
我一暝到天光，我拢无代志。敢是我咧熬？但是我欢喜祝福伊，我倚靠上帝祝福伊，上帝家己做工，毋是靠你家己。上帝要用的，就是你这个困难，你若顺服，神就要大大用你。啊，你若互上帝用，上帝甲你伫地，你就可以享受世上的祝福。有哪有艰难啦？有哪会坎坎坷坷啦？有哪会跌倒啦？总是上帝有缘会扶持你，会帮助你。伊要甲你负责，你若继续照伊的旨意行，迄后壁看袂到的祝福，是一件一件一直来。这是我伫年老的时越来越体会的。安尼，佮讲倒转来，你我今仔日坐伫遮做礼拜，敢会当无热心吗？是安怎？我爱来就来，我无爱来就来。我服侍无要无紧。你对上帝若真心，上帝会较大的祝福你，你较会无爱，啊，较甘愿伫外口底下撞来撞去，啊，较伤痕累累。黑青结婚，他讲上帝要来帮助我。啊，那我吼已经学会晓啊，我要减少受伤，多靠主，走快路。我嘛是一步一步来啦，总是走快路，就是走属神的蒙福道路。伊甲我伫地，互我引带会当较紧一个人得救，互我帮助人祝福会当紧临到伫迄个所在，毋莫去用足济时间。即个世代吼，要救一个灵魂吼，无时间搁拖啦，真正是末日的记号。咱看见灾难哪来哪到，苦袂得，赶紧互一个灵魂紧得救，你敢无要赶紧吗？所以，既然咱有机会来遮，知影有一个全能的上帝要成做你的祝福，安尼咱就袂使马马虎虎。所以伫遮最后要做两个提醒，来做结论。咱拢会拄着艰难，总是拄着艰难的中间，咱毋免艰苦心。你有可能迄个艰难是你的犯罪，是你的软弱所带来。总是伫你艰难的中间，你若欢喜家己交互主的时，上帝会帮助你。迄个艰难就是伊对你的修正，对你的性命的带领。虽然痛苦，要顾互你学会晓看家己。原来我什么都不是，我依靠上帝。你我拢会，我嘛是拄着足济。总是我专心看上帝，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在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靠神，很多时候就是是。所以，上帝用阮第二点我要讲的，上帝用阮雅各去阿舅因兜，后来搁一摆逃亡。伫迄个最痛苦的经历的中间，透过逃亡，透过拄着上帝的改变的时，咱看见上帝就是咧塑造他的生命。迄个塑造内底有两个真要紧属灵的重点，就是让你称义。第二个重点就是成圣成圣。上帝称义就是，当我欢喜谦卑倚靠上帝，我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的时。我开始顺服，我照上帝旨意行。这项代志上帝家己做，伊就称你做义。正圣咧，正圣是我开始顺服的时，一步一步倚靠上帝，上帝慢慢佮继续甲我带领，我一步一步修正，就越来越成圣，越来越像耶稣。所以伫人生的中间。你既然来到伫遮，上帝已经听你。我迄天甲迄个家庭咧分享的时，我有分享，我讲，今仔日你搁倒转来上帝，伊是讲我伫某一个聚会中，伫一项的迄个个别性的时，我听到即个人是伊的亲人，我甲传福音，伊就开始倒来教会，即马无共款啦，做足热心的。我甲伊讲，你的爸母虽然信耶稣，你离开上帝。总是安怎会拄到迄？其实上帝拢无离开你，因为你伫细汉老母的家庭的时，你有读主日学，你的爸母有信仰，有替你祈祷。我伫遮甲伊勉励，咱做事大人爱替囝祈祷祝福，因为替你祈祷。圣经以赛亚49章15节讲，老母无可能袂记你囝儿，就是袂记你。耶和华上帝，我永远袂记你，袂甲你袂记你，因为我甲你的名刻伫你的手心。
你捌去教会，上帝已经纪念你；有人甲你引出，捌替你祈祷，上帝已经纪念你。咱的囝也未来教会，咱的丈夫也未来教会，你甲祈祷，上帝已经纪念。因为上帝已经将你祈祷的名记伫伊的手心的中间。所以我甲迄个姊妹讲：你虽然离开上帝，神没有忘记你。所以迄天拄着是神特别的安排，互我拄着你，互你有机会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的疼，伫咱艰苦的中间一直无离开。毋但安尼，伊阁要互掉你，互掉你，诚做侪人的祝福，诚做身边的祝福。毋是你能力做会到，做袂到，依靠他。上帝讲我甲你伫地，自然透过你，伊就诚做四周围的人的祝福。三甲来祈祷。阿爸，感谢你，多谢你，借着这站的故事，互阮得到真大的鼓励甲安慰。阮知影，阮伫你的面前，太济时阵，互你艰苦心，得罪着你，但是你犹原无离开阮，你阁用济机会，伫即个所在等待阮回头，毋但安尼，阁来甲阮塑造，诚做你受祝福的囝儿，甚至阁找用阮，诚做人的祝福。今仔日阮有机会来看见雅各的性命的改变，甲看见你对伫阮的心意，帮助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真正拢欢喜，诚做一个热心敬畏主、尊叹主教示的好的基督徒，互主用，也伫阮的性命的中间，诚做一个会当成就上帝国，行到伫倒位，祝福到伫倒位，互主所使用的人。我无要看见阮是啥物种的程度的人，我要看的是阮要做上帝所疼的囝来互你用。主，阮相信，阮中文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欢喜安尼做的时，阮的教会要搁较大的无共款，要看见你极大的祝福，毋是伫阮正人的心上哪定，也要伫即个教会中间。即个教会要诚做一个光灯，伫即个社区诚做侪人的帮助甲祝福，有侪信迷的基督徒。失丧的灵魂，我奉主耶稣的名，这个所在要诚做祝福因的大家庭。伫这个所在更照因，一个一个倒来到伫主你的中间。大概入来到伫这个所在时，因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扶持，因得到信心，因得到建立，欢喜三甲同工伫这个所在。阮用信心看见这个祝福伫这个所在，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即时献开圣诗476首，圣诗476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的完全，求你欢喜踮伫我心到永远，互私欲拢消除，互我心清白。求主甲我洗，互我白较赢色，白较赢色，清白较赢色。求主甲我洗，互我白较赢色。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摕出手中的就报我来报告。咱做伙来关心教会所有的事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73人，奉献2760块；主日出席10人，奉献440块。拜一妇女团契出席5人，拜三基督会20人，拜六青年团契10人，拜六少年团契9人。下主日野外礼拜事工的分配，讲道是陈牧师，书会黄定修长老，司琴刘安迪兄弟，同德吴东梅长老甲黄明勇长老。敬拜第2组主日暂停。下周的周间事工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日敬拜李敏秀会长，地点教会1楼。拜三基督会主日黄静华姊妹、司琴刘美照姊妹、大岛的家庭黄银华姊妹的家庭。拜四探访家庭叶美莲姊妹，探访论德探访是吴东梅长老甲麦雅慧执事。拜六青少年团契敬拜张碧伟同学、破冰黄家乐同学，内容是团契的时间。拜六少年团契主日刘主义长老圣诗433首。圣经是创世记12章1节到9节，题目是信靠上帝的人。本周金句是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37节，咱台语、华语咱做伙开声来读一解。请反正伫遮的拢总的事，咱对听咱得到胜利告亲。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咱来看教会的消息，第1点，本主日会的报告，7月份的受旨举行8月份的庆盛会，受请名单如下：有林凤静、黄义典、黄奕敏等，生日快乐，愿主赐福，福杯满溢。第2点，本会举办野外礼拜日期是下主日8月17，参加的兄弟伫8月17下早起7点，伫教会门口集合7点半准时出发。A 车、B 车名单搭伫咱1楼的告示牌的顶悬，请有参加的兄弟自行来查看。第3点，本会下主日本会举行野外礼拜，请无参加野外礼拜的兄弟自行前往附近的教会来礼拜。若有无便的所在，请伫主内互相代祷甲包容。第4，本会定伫8月24上午举行圣乐礼拜，由圣歌队献诗，请兄弟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礼拜，做伙来同颂主恩。第5点，小会公告：中分教会第18届的中级候选人的办法。第1点，长老提名办法。第1，有现任的长老称呼我来简略：黄志强、黄定秀、黄玉昭、柯玉昭、黄明勇、陆东梅等5位。第2点，捌担任长老的执事2届8年以上，也是讲为当然长老候选人有林凤静、聂秀琴、李敏秀、陈玉梅等4位。第2点，执事的提名办法。第1点，现任执事有麦雅慧、陈玉梅、李敏秀、徐文川、李玉哲、郑明元等6位。第2点，担任执事为当然执事候选人的有聂秀琴、刘美仪、纪冠荣、黄静华等4位。第3小点，由中执会推荐执事候选人。第4小点，各团契有主日青少年、妇女、圣歌队、敬拜赞美会长、中执会等推荐1名至2名。第5小点，会友个人推荐需要2名以上连署签名，可推荐1人。以上是本会第18届中级提名推荐。执事候选人名单需要本会会员陪参
才陪产满2年的，若是本人无意愿被天的名，请伫8月24小会提出书面说明，也是口头上的告知，以示表达此意。若是过时无听效，详细内容请自查公报栏。第六点，青少年团体举办中魂基督长老教会 logo 设计征稿竞赛，邀请大家以基督的疼以及代表中魂基督长老教会的特色为主题，为中魂教会设计 logo 征稿。时间对即日起到8月24来截止，请将作品甲报名表交予地面原执事，也是李玉哲执事。详细征稿规定甲报名表放伫当直道。第7点，本会青年团体甲敬拜赞美团体有举办2暝1天的联合活动，时间伫10月初10拜5甲10月11拜6，地点伫南投，报名费是1500块，请单寄信，也是莫刷如2位来报名缴费。欢迎青年甲敬拜赞美团的团员踊跃来参加。第8点，主日正道讲师是陈淑安牧师，圣经是罗马书1章20节，题目是生命的奇妙。这是我来报告今日的奉献。月顶奉献有19人奉献，名额奉献金额有45500块，感恩有13人，奉献是16000块，建堂现金有15人29000块，妇女团契有1人，敬拜赞美有1人1000块，总计是92500块，请咱起立来念奉献诗。即时请补充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时阵吼，我来介绍咱的来宾。第一遍咱教会的新朋友吼。头一位这里是伊本来是住伫一家教会吼，伫遐咧聚会。伊搬来伫咱即马目前搬来伫咱即个西溪路遮住啦吼，伫西溪即个所在住。伊的职业是伫迄个什物台达啊吼，伊是伫台达住20几年的老员工啊吼。伊也做尤英俊兄弟，咱起立，咱家拍拍欢迎一下，感谢主，欢迎你来，欢迎你来，请坐，请坐，好。第二位是李建辉。李建辉姊妹，走来哦，因本来坐伫后壁遐吼，可能先走吼，嘛是甲因欢迎啦吼，毋茫后礼拜佫会当看到伊。第三位是菲律宾来的姊妹，菲律宾来的姐妹，这梅维印，伊他菲律宾爱姊妹吼。伊即马是伫即个线尾国校咧做国小老师吼，老师欢迎你。伊会晓讲英语尔啦吼，伊可能佫袂晓讲国语甲台语，所以咱也要甲会啊吼。伊敢若住伫咱的迄个路口遐的款。是啊，住伫咱路口遐嘛。对对对。OK， 你有在倒垃圾，我有看到。好，欢迎你。佫来，佫有咱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几位啊吼，几位姊妹，好，几位姊妹，咱拍拍。来欢迎一下吼，好久不见你了，好。等一下吼，咱咧拜线吼，咱会当向姊妹会当主动来招呼，来甲遮的新来的朋友甲接触一下，互相大家熟悉吼。毋茫因每一个礼拜拢会当来咱教会，甲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吼。
啊，来咱即摆咧局长了，后尾报告咱即个妖怪礼拜有一寡事项要甲咱报告吼啦。兄弟，我伫报告野外礼拜当中，我先补充一项吼，就是咱的周报，即马拢有较甜啊吼，有足侪时间啊，所以有拍了较甜，所以咱的即个大岛的即个有身体病痛的，就无伫即个内面。啊，我直接甲咱补充一项，一项就是迄个为农庆吼，为着咱迄个维军的红赛吼啊祈祷吼，为着农庆祈祷，伊顶届有摔倒啊开脑了后。甲至目前嘛是拢进进出出的病院，无介稳定吼。啊，咱宾汉长了有团一个，伊会上爸节吼，因兜的人咧甲伊庆祝，啊看伊还佫插一个迄款吼，讲吼伫片仔的吼，啊所以咱嘛为农庆来祈祷吼。佫一项就是为着咱的楚楚姊妹，咱的楚楚姊妹吼，伊骑机车要去上班，啊去骑无好势去落对空的吼，一双骹两骹拢足严重吼啊，本来要去甲看，啊，伊讲毋免吼，讲较无方便，啊，咱嘛为着伊祈祷吼，为着咱即两位兄即大岛吼，放伫祈祷中三纪念。啊，过来，我来报告咱的即个野外礼拜。咱的野外礼拜目前报名减一个，就是90个，就是89个，吼，啊，已经拢定啊吼。啊，咱伫真紧后礼拜就要来出发做野外礼拜啊吼！啊，伫遮有几项报告，咱的时间7点集合，7点半伫咱的教会头前车坐游览车，准时出发，7点半准时出发吼！啊，请咱会记即件代志。过来第二点，咱有咱的亲朋好友，咱的亲人，伊也无伫咱的教会内底，啊，伊可能嘛无群组的，请你甲伊讲。吼，即个时间，请你甲伊讲一下吼。啊，过来，咱有分 A 车、B 车，啊，迄个单啊吼，我拢会名单，我会拍去伫咱的手机的群组，但是有的长辈伊无，所以咱伫1楼的所在有一个告示牌，咱的教会还袂设迄个公布栏呐吼，啊，所以有搭伫迄个布告栏的2张搭伫遐吼，啊，咱会看一下，吼，看讲你是坐 A 车，还是坐 B 车。吼，你就知影吼。啊，佫有一项，即个德望的所在吼，伊有水，吼有溪水，会当生水。啊，咱有看见最近佫有一个气象咧报告讲有风台，吼啊，咱放伫祈祷。我相信即个天气由上帝来掌管，吼。若有特殊的啊，阮就会甲恁联络。啊，若无就是照常进行，吼，照常进行。啊，迄个德望有溪水，啊，咱若假使讲，咱会穿布鞋仔去嘛，吼，拢会穿布鞋仔凉鞋。啊，咱若假使讲你穿布鞋仔，你要耍水，啊，那安尼你就会扎一项签拖，吼，会当通耍水，吼，直接甲咱简单甲咱补充报告，啊，会记即项事。假使你也无了解，还是毋知，你会当来问我，吼，问我，还是来互我会甲你报，会阁甲恁讲较清楚。好，直接报告以上。请咱即时献开圣诗509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源，关灵极大仁爱昭彰。俄勒耶稣赎我罪犯，罪我中保，奖励万贯。请咱起立来吟全诗，我们起立。咱吟诗说，请咱的同事来做祝福。基督的恩惠，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甲恁支持。当你若看重上帝的祝福，
就着爱认真来敬拜伊，热心欢喜来服侍伊，过圣洁的生活。毋然安尼，上帝若呼召你，看见有需要的人，你去甲伊祝福，上帝就永远伊甲你伫地，互你无论行到伫倒位，就真侪人的祝福。甚至当你欢喜安尼做的时，你就活伫伊的祝福的中间，伫生活的中间，你要看见伊常常甲你伫地的荣耀。这个祝福是对这世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兄弟请坐。这个时阵吼，甲咱这个7月份的财务啦吼，甲纪念这个8月份的庆生会，咱来看咱的周报好无？咱的周报拢有咱的教会的财务吼。来，首先我来报告经商会的部分。咱经商会的收入合计是，咱来看中华本月吼收入部分，本月合计迄个所在144065块。全销收入是合计收入103500块，所以咱这个经商会7月份的总收入是247,565块。咱来看计表纸，咱支出总计，咱支出总计上下骹这个所在就好吼。咱的支出总计就是本月迄个所在上下骹，咱有支出247,575块。所以咱这个7月份的收支甲对除起来吼，咱拄啊。不足10块吼，不足10块。咱目前咱的经商费累积是有964402块，964402块。来，咱来看这个上下骹这个所在，咱的建筑基金，咱的建筑基金，咱顶月结存有153033块，加上咱本月收入是有，就是7月份的收入有收入78100块。咱本月支出有支出31395块，这是有咱的合约有重新签约，这是付出的代书费、鉴价费，甲咱这栋厝的迄种火灾险咱有保火灾险这一定爱保的来，内底是咱的，佫有支出咱的抵押利息25424块，佫有咱的信贷利息29382块。佫有抵押迄工就是有一工就是利息有1377块。所以咱等于咱的本月现金，咱的建筑基金有存143555块。来，咱的贷款总金额是2313万。咱已经有还掉1834000块。所以咱即马有欠这个建筑贷款有欠27196000块，减掉咱有存这个咱的建筑基金的现金就是有143,555块，所以咱拄等于这个贷款的不足呢，拄有27152445块这就是咱的迄种个经商费，甲咱的建筑基金的这个现况报告互咱大家来知影。咱安尼知敢有啥问题要问？咱因为咱即摆已经有甲迄种个新楼迄个合作社，咱有重新签约。因为即个周报，因为今仔要报即个财务，所以迄个消息报袂入去。咱后礼拜，咱会甲迄个甲新楼的迄种重新签约，即个内容呢，会得登伫周报内面小会公告，互咱大家人知影。以后迄个后礼拜时阵应该后礼拜咱即个要5礼拜可能差不多24啦就是开来公布即个咱甲迄个新楼重新签约的内容我直接来报告互咱大家较愈清楚来，咱即摆来举行即个8月份的庆生会我点着名即个兄弟姊妹我称呼简略咱第四，咱敢有迄种8月份的寿星？第四，你的生日的新朋友来，敢有8月份的？你有吗？这位新朋友，你是几月生的？
吼3月，啊，佫有其他新朋友无吼来，啊若无就是咱兄弟姊妹吼，咱有林凤正我请我讲两个林凤正、黄义典、黄义民顶3位来，咱请凤正长老咱出来，咱来唱生日快乐歌。咱3月份的生日受钱较少啦吼，有3位，代表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欢迎你，祝你生日啦！愿主祝福你第3句哈，祝你变起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愿主祝福你，愿主祝。牧师以受请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这特别的啦，今天去给他一个呢。我奉耶稣的名，神你的大能跟我们的弟兄同在。主耶稣，你知影阮的兄弟，伊真欢喜侍奉你，你也知影伊伫迄个服侍的中间，伊真实来挖靠你。我奉耶稣的名，更加将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拢赐福给伊。无论伫咧带敬拜的中间，因为你甲伊的同在，也是伊咧带领这个敬拜团的中间，有你的对会、三个分享的时，我要看见伫阮逐届的敬拜中间，会哪来哪无共款，互教会的气氛真正互上帝欢喜，找天君天使甲阮三个来敬拜。主你也帮助伊，伫伊其他的事奉，包括伊的事业的中间，也有你美好的带领甲祝福，你的恩典点对伊，无论是伫伊工作的中间，无论伊行到伫倒位，拄你像所应允的，迄个所行过的地，拢是上帝你所应允的地。行到伫倒位，祝福就是到倒位。毋但伊的囝儿伫无共款的环境的中间，每一个人有伊家己的事业，也是有伊家己的伊的学业，阮拢要看见。无论伫学业的中间，伫事业的中间，你要看，我要看见你伫因的囝儿的中间，包括将来有可能的家庭的中间，拢有你稳定的记号，继续带领夫妻伫迄个所在，也要安尼甲你好打甲你求讨，你要祝福伊的一代，也是伊的囝囝孙孙，一代比一代，拢若无离开主，认捌主，另外要阁有，就是一代比一代，阁较个服侍主，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多谢当上牧师，咱即马咱到嘛准备一个礼物吼，要来送遮的受请，咱请当牧师来送互因吼，来，辛苦你，好来，未煞，咱来讲一句祝福受请的话吼，虽然有的受请无徛伫台顶，毋望因嘛会当领受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恁的祝福吼。来，咱来预备，我1、2、3，咱来做伙讲好来，1、2、3，祝恁生日快乐！主耶稣赐福恁每一个受请，感谢主！来，兄弟姊妹，咱再起立，咱来做伙来吟，比个祝福歌，主耶稣垂听我。